2024斯巴黎奥运准备要起鼓啊！咱台湾也有22组的表演团队要去到巴黎的文化奥运演出，其中台南的风中顶看望歌团入选，因完成最后一届彩排。也来讲到早期做这看望歌的，伫台南上届请赢时阵，一区有到50团，不过即马是剩无到一半。因这回要加上在地表演搬到国外，要让众人感受到台湾的多元文化。经常的法师当咧念咒开路关，穿古早衫的老婆，甲彩球的小段，拿红衣倒退行，甲有后场伴奏，一团看望歌上基本爱5个人组合。早期伫台湾西半部拢通看到看望歌的卡爷，即摆较罕看到啊！这个歌团即阵当咧进行上尾一届彩排，因为月底因要去巴黎，到时要伫文化奥运的舞台，甲8当历史的双重文化完结完美，展予全世界人看。这传承一般你伫外口是看袂到啦，因为爱有人请出去搬才有，啊台北嘛无人咧用。紧张啊，我足紧张，惊恁表演了无好势。都有这机会，食到这年有法度通为国家，互全世界知影讲，咱有咱这个台湾。据我了解，看望歌是无共阵头，甲民间风俗男做伙所形成的。其实上起头是做喜事的，后来当地人甲18条关阿爷的故事转型做丧事。较早上济，敢若一个会赢就40-50团，到那全台南剩无到一半。风中顶看望歌团团长讲，时代变化，造成大家对这项文化产生误解。其实真正意思就是要甲亡魂带落，袂当安慰着家属。盼望就是讲，藏这亡魂爱放下。哦，世间无论什么人，偌勇壮、偌好野、偌好命，拢爱死。最大目的吼，要消透咱人的情绪。其实嘛是在带家属行过这个悲伤的这个关卡。台湾嘛是敢会当做半导体尔啦，咱的一寡文化底蕴啊、传统文化啊，尤其咱的文化内底拢有教育意义的。这届歌团以拼出海做主题，表演的成员讲，因做梦嘛无想过，汉日几时会当甲本土的传统文化早起国外，这嘛形成一个文化外交，让国际人知影台湾是多元的国家。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。